叢林中嘅秘境奇幻，森林入邊嘅樹上湯泉，白天可以漫步喺叢林花園之中，到咗夜晚就好似帶你穿越到千與千尋嘅夢幻世界。呢度就係現實中嘅童話世界。英德九州驛站，天梯、天池、天碗、瀑布，喺呢度可以打開慢生活嘅度假方式，與自然融合同森林共舞。喺驛堂可以換上漢服，穿梭喺森林秘境之中，體驗唔一樣嘅人間仙境。呼吸嘅每一口空氣都係自然嘅氣息。今次我體驗咗佢哋以百家姓為主題嘅流水人家，一座座小木屋錯落分佈喺森林之中，以木質設計嘅房型好獨特，行出嚟就可以同大自然共存。望住一棟棟嘅小木屋，可以感受住生活嘅淳樸，重拾內心嘅寧靜。呢度真係好適合避世。呢度仲有好獨特嘅有巢氏洞穴樹屋，泡住私家湯泉，感受大自然嘅美好同寧靜。咁樣嘅生活，你哋想唔想要呢？喺呢度真係可以切切實實咁感受到咩叫一步一景皆成畫。獨特嘅樹上湯泉又俾到我一種好新奇嘅體驗。夜幕降臨，仲可以過嚟試翻一個農家大鑊飯，體驗唔一樣嘅人間煙火氣。九州驛站唔單止係一個好適合度假嘅勝地，更加係心靈嘅棲息之所。